嘅黑超啊，昆明 fans 嘅禮物啦，佢坐過嘅位啊！各位，以上內容係嚟自一個當年不知道是誰，而家喺內地已經紅爆嘅男歌手嘅 fans 嘅，應該係，除非唔係。呢位 fans 自爆參觀咗該名男歌手架保姆車，佢仲暗示係得到保姆車嘅司機批准噶。網民梗係 dislike 啦，仲話要保障藝人嘅私隱。嗰個男歌手而家同霆鋒喺雲南拍緊12道風味，佢嘅經理人 Manny 尋日就透過電話回覆話呢個係當地嘅司機，件事發生之後已經換走咗啦，同埋咧又叫嗰個男歌手唔好將啲貴重嘢放喺車。嗰個歌手咪陳偉霆咯。20年嚟，蘋果最高銷量就係1999年3月19日，當日嘅 A1 大題為頭痛伴少女自盡，左下角仲有個黑白按手提電話廣告，印咗60萬份，一共賣咗537410份。